伊煮的母娘。这摕去买花，明仔载通拜。这摕去买花，明仔载做法事通拜。安尼讲，我摕一包真少的钱予下吉子早转去。我爱坐明仔早起的船转土丘，我的旅费已经买无啊。我爱甲伊讲，学校还有代志，安尼艺人就袂免将我搁留落来。食到了无3点钟，我就搁食了暗顿，家己一个行过桥，往士摩达北边行去，爬上士摩达的富士山，远远眺望海港。转来的时，我顺路去烤手野，看到艺人因当地食鸡肉火锅。你敢毋食看卖？一喙嘛好，虽然查某的动过猪，无清气啊，就甲当做以后的笑话好啦。老母安尼讲，就为行李呢摕出满猪，叫尤里克摕去洗。因又搁劝我讲，明仔载就是红影的满七，是毋是搁延一工才起身？毋过我嘛是用学校做理由，甲因提时，老母就一直讲，若安尼，歇寒的时，阮才来甲你接船，日期爱先甲通知，我会等你，毋通去住旅馆，阮一定会来船顶迎接你。